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咱个来关心脑系统发炎症候群哦，唔但发生伫囡仔身上，向大人喂着病了后，嘛有可能会产生这款症候群。先讲病院最近有一个30多岁少年人哦，伊喂着病恢复了后，后来又搁发烧，搁烧袂退，有真侪器官哦拢发炎，这嘛有可能是咱国内头一个 Miss A 的案例。医师嘛提醒讲，解除隔离了后1个月内，若是有发烧、血压增加、心脏扑扑跳、会喘等症头哦，就爱特别注意。新冠本土疫情还阁伫咧高原期，有部分的囡仔确诊了后，会出现脑系统发炎的症候群，简称做 Miss C， 连大人嘛有可能会发生。不过大人的叫做 Miss A。新光病院顶日仔收治一个30多岁患者，确诊了后，因为发烧烧袂退。而且出现几项器官发炎等等症状，目前还阁伫咧加护病房。疑似是咱国内头一个 Miss A 个案。它有多重器官发炎的一个现象啊，发高烧啊，有休克的现象，那有肠胃道的症状，啊有眼睛的症状，但是它比较没有皮肤的症状，所以还没有办法确定。医师表示，跟 Miss C 清在出现的气切膜、结膜炎无共款 ，Miss A 病例会出现皮肤黏膜症状的无甲一半。而且病毒破坏器官，胃外观是真好看得出来，嘛有可能互看作是败血症，临床的诊断是有较困难。不过专家嘛提醒，美国去年的研究发现讲，解除隔离了后的1个月内，若是出现发烧、血压低、心脏功能降低、会喘等等5个症状，都要较免测的，因为真有可能是 Miss A 个案。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发烧，然后出疹子，可能有腹泻。那另外呢，就是可能会有这个觉得心脏没有力气，血压比较低或者觉得会喘。那年龄层来讲，还是普遍偏年轻啊，大概是40岁以下的还是比较容易一点。专家强调讲，目前医界还未掌握 Miss A 治病机制，一般认为是免药调节的问题。不过到底是新冠病毒引起的，还是原本的疾病恶化造成的，还阁需要较侪研究。国内现阶段敢有囡仔 Miss C 临床处置的指引。还未制定出大人 Miss A 参考指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媒体报道讲，民进党政府付钱予美国华府的政治公关公司来斗相共牵线，促成驻美代表萧美琴会当去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因做出台美关系真好的形象哦。咱国外交部是强调讲，不管什么党派执政，拢会找公关公司来斗相共，一切拢是公开合法。嘛强调讲，外交关系嘛毋是只靠钱来经营的。台美最近关系密切，也毋过联合报的报道，这拢是民进党政府开钱予华府的政治公关公司换来，包括进前总统蔡英文打电话予川普强行当选，甲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甚至国会议员发起予台湾帮忙活动，拢有付钱请政治公关优势牵线。对此，外交部澄清，这是跨党政府意愿的做法。那这都要符合当地美国的这个法律，过程要很公开，这是一个常年的一个做法。这样的关系不是用钱买来的，也不是只有聘公关公司就可以得到的一个成果。外交部表示，最近公关公司的预算多数都是持平的，无特别增加。实际上，政治公关公司是美国华府一项特色产业。前外交部长丁建仁表示，自从甲美国有邦交时期，大使馆都有请公关公司帮忙，个个拢是安尼。也毋过有一寡公关公司会碰碰优势能力，所以也捌吃过亏。有时候就是等于帮你开门了，然后你要去表达你的政府立场，当然你自己最好嘛。你像那个时候有的这些公关就是来帮我们做，但是我们做了一段时间，觉得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不帮他做，他也去找中共。光凭我们外交系统，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困难。当然，我觉得我们朝野之间相互要能够认知，就是不论谁执政，公关公司的运用都不会消失。捌伫主持工作的国民党驻美代表黄介晴认为，找合法的公关公司是伫美国工作的常态，无问题。当然，外交关系无可能只干靠公关公司就会当达成，只是预算的金额侪少，了后会当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是台北市指南宫李先祖得道的日子哦。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还有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甲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拢有去斗闹热。总统是无公开谈话，也毋过针对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鱼进口，有人质疑讲哦，这拢是 ECFA 遭受清单的限制。前总统马英九是讲哦 ，ECFA 若说遮尔歹，蔡总统上任哪无要甲伊废掉咧？另外，外界指讲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利用公务的资源来斗相共民众党议员的参选人，蒋万安嘛批评讲，这嘛已经毋是头一届咯，望讲黄珊珊哦会当说明清楚。总统，桃园市长人选调好了吗？台北市西公庙举行庆典，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还有国民党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拢有到现场。不过，中国顶一日各方面暂停进口台湾的石斑。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柯淑华甲责任寄向前总统马英九，呼吁大家都要离开马英九甲中国做伙设的 ECFA 陷阱。那他们上任之后怎么不把 ECFA 废掉呢？对，又搞了6年了，所以许淑华应该就问蔡英文呢，对不对？如果马英九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不废掉，蔡英文应该做啊。那蔡英文在干嘛呢？那台北市长的选举，还未宣布敢是要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防质疑行政无中立，就公务的名义，甲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去市场考察，嘛引起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大声的质疑。外界的质疑跟批评也不是第一次，那也希望说副市长对于议员的质疑也应该要正面的面对，说明清楚。行为不对，那就认错改进就好了，现在还要硬凹。那既然他说是公务行程，那为什么我们调阅了公务行程、公开行程，行程里头就是没有，从头到尾就只有2位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台北市议员批评黄珊珊行政无中立，要求瓜市府都要为乌白使用行政资源协助政党选举来核实的。拄好黄珊珊都为后壁行过，议员想要过甲问，不过黄珊珊是怎赶紧离开。也那市议会是要求台北市府后礼拜送交说明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联准会决定要个成立13码来对抗通货膨胀，美国股市3大指数今仔嘛拢起哦，这嘛带动台湾股市一开盘就起200多点哦，最后收盘是比昨日160点。有分析师是表示讲，美国刷来7月份到9月份哦，嘛有可能会个升利息，所以股市的表现就爱个真足观察。美国联准会 FED 宣布一个手起利息3码，起的幅度是1994年以来上大的，因为符合市场的预估，第三利空钝化，带动股市反弹。3大指数中场收红，道琼中场是起303.7点，纳斯达克是起270.81点 ，S&P 500指数是起54.51点。3大指数拢创下这个月初2以来5日间上好的表现。It recognizes that inflation is accelerating at 8.6% and is likely to continue to accelerate. In other words, it hasn't peaked. So their decision to raise the interest rate significantly today is still a catch-up because they're still behind the curve. 美股收红嘛，带动台股10日反弹，已起99点，16098点开出了后，加权指数捌大起200点，收复51线，上悬冲到16209点。在类股的方面，电子股是起0.63%，金融股是起0.76%。遐那富国新山台积电是以581块开出，起9块，开盘虽阁天色，盘中上悬捌起到516块。不过，在量能无同步的情形之下，目前大盘是无起到遐尔强啊。台股的部分，在过去这几天美股破底的情况之下，台股相对的抗跌。换句话说，其实台股其实已经有事先反映到了这个所谓短线利空出尽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呢，这个指数反弹的一个空间就不是很多，因为想买的其实在过去这1-2天已经先行进场买了，所以今天弹高上去的时候，反而很多这个卖压就开始出来。分析师表示，接落来7月份至9月份 ，FED 恐惊小连续起利息，恐惊佫一届压制到第3季大月需求，那安尼股市要大幅度反弹的空间就无遐尔大。投资人伫咧操作的时阵，也是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苹果新闻网要卖咯，传出讲买主有中国的资金哦。国安单位嘛查出讲，其中有一个金主是一个香港的生理人黄浩，伊要派香港都市日报的社长李永康以顾问的身份来台湾。移民署表示讲，若是李永康哦违反相关的规定，会来撤销伊的居留许可。陆委会嘛强调讲，台湾苹果新闻网的经营权要变更，嘛必须爱遵守咱国法规。台湾苹果新闻网出售案，听讲，互香港的生理人黄浩，也佫有17来户共同的创办人潘吉贤共同来收购，引发中资入侵的谣疑。根据国安单位的掌握，黄浩伫顶个月派伊的代理人香港都市日报的社长李永康，以港澎台湾分公司顾问的身份来台湾，来到台澎主导结清，也佫有大量来解散员工。安尼，互谣疑讲是香港政府的黑手，存来到台湾的媒体家来。如果黄浩将来做了苹果日报的负责人，他是可以要求呢，身为香港人的黄浩，提出苹果日报资料库里面可以证明某一个人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犯罪。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调集人罗中强伊讲，台湾苹果新闻网的出售案，真明显是违法的。主管机关应该都爱靠美节来阻止这个交易。陆委会表示讲，台湾苹果新闻网是港资在台的分公司，伊的经营权的变更都爱遵守咱的法规。对于各界担忧，苹果新闻网易主之后，媒体本身可能遭到染红，成为台湾的国安风险。政府相关部门也会采取必要的作为，避免国家安全及个人利益受到伤害。也若讲李永康伊传出伫台湾插手来指导台湾苹果新闻网来清算、提报大量解散员工，移民署表示讲，来到咱台湾的港澳居民，伫居留的期间，都要遵守咱的规定。若是违反的人，会当甲撤销，也是讲废止伊的居留许可。如果有违反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22条各款情形，那我们本署将会依照规定撤销或废止当事人的居留许可，并且限期他在10日内离境。移民署嘛讲，也若李永康黄浩因来台湾的有项目旁，因为牵涉到个人资料的保护法，无法度对外口来证实。不过目前相关部会已经拢有来展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富乐快台汽车品质有问题，今仔日欢迎国民党团的质疑讲，食药署多日特定厂商去发 EUA 紧急使用授权哦，造成这款有问题的汽车会当伫市面上的卖，伊嘛要求陈市长爱落台负责。也毋过，民进党团是认为这其实是厂商的问题，望国民党毋通政治操作。不管你是有贴无贴，只要是领着配合出问题布洛快胎，公司拢接受替换。当初市府买到100万支有问题快胎，目前全市的库存甲回收已经有50万支，差不多也一半未收回来。但国民党高雄议员李雅静所出面指控，事实卫福部早伫5月13就收到要废布洛快胎输入许可的文件，结果是公文送了10万，中央到6月初10才回文批准撤销输入，质疑就是这大浪胖和出问题的快胎绕入市面。卫福部并没有立即做出紧急处置哦，还任由大兴资讯以同样的产品在国内疯狂的投标跟得标，导致大量的富乐快筛问题事迹流入市面。爆发那么快哦，有时候真的也没有办法意料中啊。进一步的就是做回收的动作之类的，应该还是可以体谅。李雅静提公文出来证明，认为卫福部爱担上大责任。立法院国民党团也批评食药署是故意暗号，和特定的厂商摕到紧急授权，要求陈市长得爱落台负责。EU 跟大兴他们当时在申请 EUA 的时候，是不是全部都造假？那么卫福部是不是在碰到 EU 跟大兴他们的案子的时候，他们就闭着眼睛？就直接让他过了。国民党团要求追究公安疏失，讲监察院来介入调查，但民进党团是反呛国民党，卖个想要舞政治操作。跟去年的这个用大陆制的口罩来混冒这个台湾制的口罩，这类似的情形属于厂商恶劣的这个违法行为。那么请不要用这个政治操作。
民进党团认为，厂商甲卫福部申请紧急授权，拢有提供下规定的文件甲资料，中央才有批准，随后去进交中国的卖会，分明就是厂商个人的违法行为。不过嘛，提起事恶书，未来就要释法，防止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边境的防疫的放令，观光局昨嘛甲业者开会，准备要来开放业者会当开始为国外行程，也毋过规定讲袂当收定金哦。业者表示讲，国际机票已经去3成到5成咯，所以团费嘛无可能搁有甲以早同款的计数咯。拍开查票价网页，7月中旬为台北飞往旧金山国际航空的机票计数是伫59000外到6万外块。比疫情进前计数明显起，旅行业者表示，疫情了后航班减少，加上油价起，机票计数比过去至少起3至5成不等。长程线因为计数本来就悬，感受更加明显。供给缺少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费用势必是上涨的，所以目前我们大概有这个问出来的一些价钱，或者消费者有询问的一些票价，大概基本3到5成的一个这个涨幅。业者表示，疫情了后，旅游商品成本增加，计数起是必然的。为了让消费者了解目前旅游商品计数，虽然目前观光局也禁止旅行社组团，也毋过即日起，温存业者重新上架国外旅游产品，会当有购加行销，也毋过袂当向旅客收费用。可以有参考出发的日期以及参考的价格，那以及也可以提供旅客国外旅游的一些优惠的一些项目，这是可以做的。所以大家有这几个原则。观光局表示，自年疫情爆发了后，观光局禁止组团出国的禁令依然伫个。也毋过即日起解除旅行社袂当刊登出国团游广告禁令了后，消保处也认为业者广告会当有参考出团日期，互旅客会当先了解产品的介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讲咱台湾进口的石斑鱼验出有禁药的成分，所以禁止进口哦。有业者认为有可能去掺着无共养殖场的鱼，就是一般业者讲的借单哦。有的养殖场会向合法的养殖场来借单出货。渔业署是表示讲，验出有问题2只船哦，是靠3间养殖场的货，有1间无查到违法用药，另外有2间哦，搁会调查。有养殖业者嘛建议讲，政府应该对源头来把关，防止借单的情形又搁再发生。这石斑鱼看起来是真青，规个活动现场闹彩彩。高雄市长陈其迈甲林园区渔会等单位伫16做伙行销渔会。不过，进前中国讲，咱国的石斑验出禁药，决定禁止台湾的石斑销去中国。再进行所谓的移动管制，然后来了解一下有没有所谓相关的。就如同大陆所查验出来的那种这个结果哈。渔业署讲会紧了解状况，而且养殖协会传出这个问题可能是照牌造成的，就是运输业者为着斗着货量，一阵可能将无共养殖场的鱼货，为着方便报关的流程，敢若用其中1间合格市场的名义去申报，不过内底煞揽无登记的业者饲的鱼。无牌嘛是会员，不过伊就是无大项土地有条无合格。所以，伊就无同申请，这样机会是其实足少的。落实就是说，你今天有在几个养业者、几个养殖场，你就是那个全部都把它登记进去。敢有照牌渔业署该厘清，不过中国三不五时咧刁难，真侪养殖业者拢改做饼来销，或者是加工，也找方法管制品质。共价共选的状况之下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就是把这个样品质去做好留存。那如果真的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溯源管制。因为真侪农渔产品拢销去中国，一出问题对产业的影响就真大。最近几年，政府甲业者一直咧拼内销，也找海外其他市场，就是希望避免产业近摆拢受到中国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南台湾即摆疫情的滚假，所以大部分拢伫线顶上课，嘛伫线顶考试。新台电机系有一节课，教授是讲哦，会伫15到21伫线顶随机抽学生仔来考试。也毋过学生仔表示讲，伊嘛是阁有其他的课爱上，无可能伫电脑头前哦。但教授发批来通知讲要考试啊。
今日新台自强校区内面校内学生无济，因为目前大部分是远距离教学。不过近期电机系却因为一门课引发争议，教授是要求学生伫15号到21号透早9点到下晡5点，就要来看批，会随机发批30分钟了后，会做线顶的考试。这个举动引发学生的不满。有点不太合理，因为如果是学生的话，他可能还有其他科要准备。那如果教授发来期末考的时间跟其他科冲突的话，那我要以哪一科为主？我觉得不太合理，而且至少可能前一天就先通知，大家都有事情要安排，没有时间就是一整个礼拜都空闲着等考试。学生是认为无合理，因为安尼就拢必须伫咧电脑头前来准备，完全是牺牲因的时间。对此，新台校方是解说，呼吁师生应该做好沟通。期末考的方式，师生应该要多多协调跟沟通，那去决定期末考的方式。另外，新台进一步回应，做新建议的电机工程系的考试，经过反映，已经是改转来线顶的进行。先前老师准备考试的规划，造成同学的误解，嘛感觉新进步欠。记者郑混淡报道。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处顶个月去视察中国的人权因为拢无对新疆有批评，受到外界的质疑。高级专员巴瑟莱昨发表报告，嘛强调讲，迄撮行程并无调查的任务，只是有机会当面向中国的高层来表示对人权的关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瑟莱15号伫人权理事会发表报告。巴瑟莱伫5月去中国，这是17年来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第一遍访问当地。不过，伊伫中国当局规图的防疫正严格掌控，无论是伫进程，也是伫访问的期间，拢无更加出来批评中国，亲像是迫害新疆人权，所以受到批评。The visit was not an investigative mission, but a visit to engage wit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promote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 was accompani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throughout the visit to Xinjiang. I visited Kashgar prison plus a former so-called BETC where I spoke to the authorities. I was not able to speak to any Uyghurs currently detained or their families during the visit. However, in anticipation of this, I did meet with some former detainees who are now outside the country, and with families who have lost contact with loved ones ahead of my visit. 巴瑟莱伫报告的前一天，有47个国家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嘛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人权理事会的主席公布延签真久的新疆人权报告。西方国家人权团体嘛正关心新疆维族穆斯林和当局强势镇压，嘛颁批巴瑟莱这撮有可能是白走的，而且嘛谣言讲会变相互人利用替中国来做不良的人权记录做洗清。巴瑟莱认为讲，还阁会当有交代。My visit provided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aise concerns directly with senior leaders and officials. 人权理事会任务是加强促进保护人权，嘛会针对侵害人权的状况提出建议。除了中国的相关报告，巴瑟莱嘛批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对妇女也有查某囡仔做系统性的打压，对因拄撞到危急的处境，公开甲国际社会示警。同时，也阁针对缅甸军政府计划处决异议人士，可能犯着违反人道罪，紧急呼吁都要停手。今年70岁巴瑟莱13这天已经以个人的因素表示讲，伊袂阁来找第2个任期。卸任了后，打算要返去祖国治理。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再来看，第这届的乌俄战争无人机是发挥正大的功能。目前伫法国巴黎举办的欧洲军事博览会，无人机的发展就正受到注意。另外，干了信号的通讯设备厂商嘛是非常的竞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开始拍高打。战场上引人关注的一项武器，就是无人机。为军用的无人机，像美国军员的弹簧刀甲防空幽灵，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到小型民用无人机，会当侦查和回报敌军位置，拢造成关键作用。So you can have a little small $2,000 drone that flies out to where the enemies are, and that enemy might be what we consider enemy, or might be who the Russians consider to be enemies. These drones can fly out, work out where their target is, and then report back to the people actually controlling the artillery in real time where their target is. The artillery will fire. 就算第一击无击到敌人，也会当伫同一个时间发动后续攻击。无人机开创当代战争新面貌，所以也有通讯厂商正咧研发各种信号干扰器。这场无人机甲反制无人机之间的军备竞赛
当地通信科技甲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条件之下进行。Is how to create that environment without being stuck. Because we've seen in Ukraine about the challenges is if you turn jammers at the maximum level, obviously you don't have communication either for other things. So you need to be able to balance a bit between the two. So challenging. 因为战场上犹原有保险员甲地面部队需要挖靠信号进行通讯，所以干扰器也可能加做一支双面刀，也是未来工程师需要克服的难题之一。公视新闻陈慧珍编译。过来新闻来看，昨暗10点外，新德市一间冷仔店熊熊火烧哦，因为是铁厝，佮加上拢是冷仔，火是炭了真紧。这场火灾造成8人死亡。初步了解讲，有一家伙11人住伫这铁厝内底。厝主的第二后生为着洗碗的问题，甲妈妈冤家，竟然就放火烧厝哦，烧死4个大人，4个囡仔。大火从内面一直冲出来，一个听到爆炸的声音，2层楼悬铁皮厝的冷仔行规间着火。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来现场布水线抢救。着火时阵就走出来报案的厝主是愈看愈着急。你这家还有8个哦？你是认识的吗？我家。这是你家是不是？对。你们有确定吗8个。有打电话问吗？不用打了，我们才刚出来而已啊。消防人员全力抢救，不过铁皮厝内拢是熬多的物件，火正大，炭正紧。新德市东大路甲中央路口边这间车轮行，一家伙3台大做伙。厝主讲，伊的牵手查某囝2个新妇4个囡仔拢伫咧2楼，第2后生甲厝内人去冤家，买汽油回来放火。你那时候在哪里？在楼下啊。你在1楼发现的？就是当场现场一点一丢而已，就火就攻起来了，你就跑哪里去？你是什么烧起来？汽油。怀疑放火31岁第2后生，伫咧现场互人压制上救护车送病院，2只手拢烧甲扭皮，也找到敢若是放火用的黑色的汽油桶，2楼烧甲规拢放来，互搜救真困难。火爆发了，找到8具尸体，因为尸体拢已经烧甲炭化，身份也未确定。目前都已经找到了，那都目前都没有生命征象。不过因为火场的关系，其实比较难以辨认。不过确实是有找到8具的罹难者。消防人员把死者的遗体送出来，新德市长林志坚只是爱赶紧支援家属的安置甲后续的生活支持。新德地检署检察长也带检察官等人到会场上验大体，希望把代志发生的原因查获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这场火烧死一家伙8人，死者的身份拢已经确认了。放火第2后生嘛已经互警方抓起来。消防人员判断讲，因为4个囡仔拢伫2楼，4个大人要冲去救囡仔，后来就拢无逃出来。亲像因为是洗碗也是金钱的纠纷，和厝内人发生冲突。姓陈的嫌疑犯伊驶车出门去买汽油，一日转来就放火烧厝。附近的厝边一直交代，还阁唔敢相信这件代志。他们平常家庭的感情怎么样？很好啊，就不会没有摩擦。妈妈就是念他一下啊，就大概两个碗没有洗。初步了解，4个大人一个发现到1楼的4台奥多麦着火了后，时刷就冲去咧2楼要救4个囡仔。不过火势实在伤过头尾，消防人员研判讲，大人来到2楼的时阵，可能就已经去互乌烟呛昏去，含囡仔做伙葬身伫咧大火内底。因为这个地板是擦做的，火势伤过头尾，却直接把地板烧烫过，不幸这个遗体嘛对2楼落到1楼。那因为我刚刚提到火势全面燃烧的关系，那1、2楼的易燃的材质整个被烧穿之后，疑似在2楼的这个前面的居室有8名罹难者的部分就掉落到1楼的地面。经过检察官、法医、鉴识人员因透明来检查，目前8个人的身份拢已经确认。警方表示讲，姓陈的嫌疑犯伊有去烧着，精神状况还阁算正常，无家暴的记录，伊有7刀炸起的前科。死亡的人有包含因某，还阁有3个囡仔。8条性命一暝就安尼消失去，家属的心情实在真沉重。姓陈的厝主伊安尼规暝拢无困。
和火调人员转去事发的现场。规家11口，除了讲姓陈的厝主，还有第二囝，也就是这个姓陈的嫌疑犯。其中还有一个是职业军人，伊的大后生，因为无伫咧厝的，才来逃过一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苗栗县政府第14、第3届核准昆武事业废弃物掩埋场的试运转哦，自救会成员是继续抗议。环保署表示，讲会先了解若有问题，会搁请地方重新来评估。大半暝，怪手慢慢开到大门口，拍算移除互反掩埋场的自救会成员藏的石角。一看到怪手蠢出来，成员马上甲包围起来，无爱互伊作业，更加抢拍算位内底离开的人。我早摕到恁兜台啦，真正摕到恁兜啦。苗栗县政府14号同期昆武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试运转，规定是14号开始的90天。自救会已经排班死守，大石角和车辆无法度入场决战最后90天。县政府一意孤行哦，但是乡亲的立场就是死守家园，抗争到底。事业废弃物进场掩埋进前，必须要经过地磅来掌握重量。不过，伫苗栗的昆武地磅所设立桃园，嘛宣称这是临近红批评误解滥用，但苗栗县环保局表示一切依法。一临近90公里啊，今天一个在桃园的地磅，你怎么确定它磅完了以后？送进昆鱼，这中间没有废弃物会上车，或者是会下车，这很明显根本就是一个不合理。在法律上只要是第三公正的那个地磅都可以那你们觉得90公里算临近吗？它是临近关系区，还有取得第三公正的都可以。环保局强调，收受载运废弃物过程拢 GPS 监控，搁爱3连单，数量未去造假。环保署是表示，试运转计划虽然由地方来审查，但若民众指控的所在，经过检视了后，确实是离谱的话，会伫最后审查时阵提出意见，请苗栗县环保局爱搁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对明仔开始要发放2岁以下囡仔1人2支的喙瘾快筛试剂，也毋过有人发现讲这批喙瘾试剂并无卫生福利部的许可。县政府是回应表示讲，虽然无卫福部的许可也毋过是有通过后面的认证。就是这包喙瘾快筛试剂，花莲县政府17开始要发放拄出世到2岁红婴仔来使用，毋过却发现无得到卫福部专属的许可，大部分家长唔敢使用。觉得是说，就是没有经过许可就领了没意义啊。因为他没有认证，我们应该百姓不会去接受这个东西吧。花莲县卫生局表示，这个快筛是由企业管的，由马来西亚委托德国制造，甲目前市面上配喙瘾的快筛无同，只要采检喙质、顶头的喙瘾，15分钟就当判定。对2岁以下红婴仔的采检是较方便。并没有在我们台湾获得认证，但它有得过欧盟，也得过马来西亚政府的认证。那如果有任何的疑义，那比如假设你认为它是阳性，但小孩子验出来是阴性，我觉得你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卫生局强调，这摆企业拢总管6700份，花莲目前符合领取资格有4000多人。家长需要啥，儿童健康手册甲各地户政事务所来领，大人会当领2剂，甲其他的快筛试剂同款。测试结果若是阳性，还是要请医生判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宣布讲，7月7日要开始举办热气球嘉年华会，7月30开始，有8场的星空音乐会卖来举办哦。嘛表示讲，主办单位会为每一个来参加的民众，一人捐5块做环保。台东县第5年举办上4星空音乐会，今年配合环境保护、甲永续创意的理念，邀请全国民众伫热天的暗时，到无公害的台东市大武乡甲绿岛等8地点看星听音乐。不过疫情也是影响观光业，原本台东县的观光伫7月订房率已经报到大底。不过台东县政府已经宣布今年秀大的热气球照办，即马佫宣布上水星空活动也照常举行。观光业发现秀大的订房率已经提升过7成。最主要是因为很热闹的活动，然后还有很漂亮的风景之外呢，再搭配观光局800到1300块钱的补助，有一些补贴的话，当然那个游客会更愿意出门。7月15起，观光局将有大帮补助，部分县市也推出刺激观光的补助措施。台东县虽然用活动来刺激观光，也毋过业者期待县府也是会当有实质的补助方案。县府表示会个研究。
加码的部分呢，到目前我们暑假的活动非常的多哦，所以如果说这个部分我们再带回去园艺，如果有必要，当然我们很乐意。台东县府表示，为了刺激观光甲永续环保，今年上水星空音乐会配合永续倡议行动，只要民众来参加，就会当为世界上的环保非营利组织累积5块的地球税，也是一种吸引游客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民众伫宜兰的溪边露营，刷烧水流茶白暗灰哦，佮翕相铺面册。林务局发现，就通报警方，警方是抓到9个嫌犯，以违反森林法，向移送地检署侦办咯。真侪警察来到深山林来巡查，这是宜兰太平山的道望溪，涂骹有真明显有人使用过的痕迹，现场还佫出现几片乌噜噜。原来警方接到报案，讲有人伫个溪墘咧切水流茶，还佫放火甲烧。经查，遭锯切、燃烧的木头皆为国有林木。全案于16日将尤贤等9人以涉嫌违反森林法、刑法窃盗罪嫌，函请宜兰地检署侦办。甲看这几啊块插头贴做好的规定人围咧看，专案的出发就是因为当事人甲这个过程拢甲铺伫面册顶悬分享。警方讲，这是双子母仔车的人，因安尼家己来捡这个水流茶，甚至还佫伫个国有林地内底来放火甲烧，这款行为实在是无类无推，已经触法了。我一般人来讲，不会去公告检测。那一个海边的漂流木因为它可能有涉及到一些比较非贵重物的，那这个部分一定是要透过当地的县市政府去做公告，公告之后才能检视。道东林管处提醒讲，就算讲是水流茶，嘛是国有财产，伫个无广告进前，民众袂当家己甲捡。针对这款珍贵的木材，顶悬会有标记，假使讲若是家己去捡，安尼唔但会犯法，还佫会去卡到刑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5月份一直落雨，婚人们土豆收成期延后了。最近4湖乡的农民佮发现讲，真侪土豆拢发芽了，根本是无法度收。今仔早起，县政府甲农改场嘛去现场了解，因认为讲这应该是产林本地病菌造成的，佮加上落雨，所以损害了愈严重。农民将仓库的土豆挽起来，但真侪个人拢呈现乌壳，甚至有的已经发芽。为了今年4湖乡的土豆农就讲，受到5月份连续落雨影响，仓间排水不及，互土豆个人长期泡水，造成病菌传了紧，规体损失至少超过3成。无固定范围啊，无湿啊，你啊无足气候啊，你就爱雨落去。阮来当时会当收。正常的120天就通会当收了啦。今年所有全园县内对土豆拢一定要用超过1、20天超过。这嘛是因为潮湿或是高温高温或是土地太湿了哈，这样的2极化的情况都会造成整个土壤影响到我们所有花生的这收成了哈。安尼一看就知影讲损失超过20%以上了哈。文管局表示，今年原年种植土豆的面积4200公顷。但受到5月份落雨影响，规体收成期延后半个月，各地嘛陆续出现土豆农损的通报。16号县府会同农改场等单位到场现勘摘笋。主要是因为它本身田区的残留一些病菌或者是种子的带菌本身就有带菌，那是加上你最近高温多湿的时候，它病害会传播比较快，像这个很典型的白圈病。真侪人爱反映拢同款的情形，结果歹。而且佫拢乌拍去，地属产量歹。文管局乱出表示，目前因为原来土豆打这里采收期，是咪佫有演得性的灾损出现？希望各地乡公所赶紧来了解回报状况，将县府农业处厦门农委会来做后续的灾害救助申报。记者有报道。因为疫情边境管制有社会团体就表示讲，这2档家庭看护工的人数减少真侪，严重影响到有长照需要的家庭。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其实台湾常年在仰赖这个外籍看护工在外的这样环境的一个变动下，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一个人力的一个缺口。那加上台湾的这个高龄化、少子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劳力人口的一个短缺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一个事情。Among its observations, the report notes that domestic workers faced some special vulnerabilities. They risked being confined to their workplaces by stay-at-home orders and of being forced to work during their mandated rest days.
美国在台协会代表嘛讲到讲，因为以前有居家令哦，限制移工未当离开工作场所，所以可能休困日嘛是爱个继续工作。社福团体嘛呼吁政府哦，应该嘛爱提供互看护移工相关劳动的保障，佮有工作的尊严。再来看国内幼儿园哦，常常拢传出虐待的事件。台中市教育局去年开始就鼓励幼儿园来装监视器，也毋过772间的幼儿园只有38间申请哦，嘛只有5间通过认证，这申请率是真低。幼儿园的教室内底装2支无同角度的监视器，伫咧办公室透过电脑就会当掌握教学的状况。台中的中华非营利幼儿园市内外总共装22支监视器，互校园无死角。2019年，还佫自主制定监视器调阅办法，互家长若是拄到囡仔受伤有合理的怀疑的时阵，会使伫咧园方的陪同之下调出监视器的画面佐证，得到教育局颁发的阳光认证标章。其实我们后期还有在最佳在游乐场，因为孩子比较容易在那里受伤跌倒，那户外活动又比较广，那我希望角度是可以比较多元一点的，不要说只有单一个画面，可是有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死角就没有看到。进前台中虐童虐婴的事件兵团，市府鼓励幼儿园来装监视器。去年推出了阳光认证幼儿园计划，但是全市772间公私立幼儿园只有38间申请。经过1年的审核，最近公告只有5间幼儿园通过认证，敢若占无到1%。家长认为申请率加通过率实在伤低。太低了，真的太低了。我其实也蛮吓到的。你说只有30几间的话，说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你不能只说幼稚园要赚钱，哪都不装。我是觉得装了反而对你的招生也比较好，有好处啦。台中市教育局强调，中央无立法规范幼儿园强制装监视器，只会当鼓励园方家己来装，会检讨规个计划执行效益。未来会举办观摩会，增加各幼儿园的参与意愿。会滚动的检讨，而且未来会举办观摩会。鼓励各园来参与以及学习。市府认为法规也未完备，但是中华非营利幼儿园园方是强调，装监视器是学校甲家长的互信基础之下，提供合理的监视机制，作为彼此的保障。教师伫咧工作上的隐私权也必须要得到尊重。记者台中报道。目前全台湾的中小学大约6万的特教生哦，家人持有家长跟教师团体是反映讲，家人的各中特教生这几档是增加真多，也毋过老师是严重无够哦。对学生啊，个目前的特教老师来讲哦，这是真无公平的代志。一路拖出教室，但是他没有流眼泪。我是当场看到，想到家己的囡仔，捌互非特教老师的不当对待，家长心里真艰苦。好教在后来拄到专业师资的指导，情况较好，会当接受专业特教师的教学，是真侪特教生家长上重视的议题之一。也毋过，有家人饲的家长甲老师认为，特教老师的关系也真不足。你不是小孩子，把他通通放在一个班级里面，有人照顾就好。我们是来学习，而不是来安置的嘛。连基本的课都排不完的时候，这些上课需要额外帮忙的孩子该怎么办呢？我们整个国中15个学校里面，只有4间学校是足额聘任的状况下，你有将近70%的机会，你会遇到那个学校的特教老师是不够的。对比105到109年，家人市的各中特教生甲师资人数来看，特教生逐年成长，也毋过特教师资的整体趋势呈现落坡。有家长甲老师点出，伫各中特教班级的调整减少会期中，主管单位本来要调降某2间各中的特教班师资，经过协调了后维持原样，也毋过要求其中2位老师支援其他的学校，等于是实际上人数降低。那你要针对他的障碍特质去做一些课程的调整，针对他的一些情绪行为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策略去介入他们，教他正确的人际互动。所以当他遇到不是专业的特教老师来授课的时候，甚至说他有没有办法接受到合理的一个特教服务，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育处也做出回应，会逐年检讨可规划办理校订，可针对不足额特教师的学校进行督导。搁看情况，伫无超额情况之下，纳入后年度的新聘教师会，未来也会针对学生的需求，规划上适合的教师人力配置，维护特教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时势拢会嫌时大人杂念哦。婚龄较好的蚵仔寮学堂，就邀请嘉义中正大学教授来教时大沟通的美感，鼓励因爱了解时势的想法，嘛爱知影安怎沟通。用简单的图像来表达沟通的重点，老师也直接甲麦克拄好长辈，爱因表达想法，甲心内的话讲出来。咱老伙和时代和即卖少年是无共啦，吼。即卖的少年哦，咱的老伙爱掠少年的个性，大家才会斗阵一啦，吼。即卖世代之间的想法争吵是愈来愈大，受到传统保守社会影响，时大话讲袂透机，有当时也无即时表达需求，甚至和时势冤家起冲突。考学蚵仔寮乐龄中心就邀请中正大学的教授。来甲长辈提醒一寡沟通的美感。我感觉阮偏乡的所在吼，阮会当叫教授来遮较深度，互阮遮的老人学到一寡较济物件。因为法度开导，互遮老人嘛讲的较老人听较会入，老人嘛感觉足欢喜的，足温馨的。亲像即马疫情遮严重，政府鼓励老人注疫苗，时大嘛会丢讲敢要注射。教授建议讲，会当甲烦恼讲出来，和时势参详。我们知道台湾的传统的长辈很爱孩子，所以呢，通常跟他们沟通的内容都是报喜不报忧。在这个疫情的时代，长辈们他们或许有打疫苗，用借这个机会就教他们如何来跟孩子沟通。比如说，可以跟他们说一下这段在疫情期间的心里面的感受，他们需要的协助是什么。台湾社会长辈伫表达感情这方面较避暑，嘛无爱时势来替因操烦。教授鼓舞时大，莫惊歹势，有话就爱讲出来，这才是沟通的头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登山步道甲果子园最近出现真侪乃至草青牛仔。台中市今年头一届利用无人机来喷做素，嘛放一寡芳要来防治虫害，望讲会当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无人机豆豆飞上天，决定搁载一桶脂肪酸甲盐，准备要厝一片已经无咧种植的果子园。为了要减少乃至草青牛仔的虫害，台中市农业局甲中兴大学做伙办无人机使用脂肪酸甲盐示范观摩会，若是效果袂歹，暗算以后要扩大办理。那这个脂肪酸钾盐呢，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皂素，那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它会在虫体上面形成斩着成一个膜状，那会去阻塞昆虫的气孔，让它窒息死掉。除了用无人机除脂肪酸甲盐，现场嘛放出乃至草青牛仔的对头白白芳，猫的芳会甲卵铺伫咧草青牛仔的卵内底，互被寄生的卵无法度顺利生出草青牛仔，减少对果子园的危害。让这些平腹小蜂能够在那边再繁衍下一代，在自然界里头，它的族群能够稳定的成长，达到平衡抑制的作用。透过这2项防治技术的投入，可以让台中地区的这些荔枝龙眼的生产，不但质跟量都能够提高，还有安全能够提高。因为草青牛仔咬炭可以放草液，掠用是真够工。不过即卖有无人机斗3工，用生物防治的方式来预防虫害，希望会当保护台中的乃至甲人民，提高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已经开放观光了。日本的 JR 当日本铁路公司嘛试办一场带动物伴同齐旅行的活动，伫车厢安排互狗仔坐的位互因会当坐伫主人的身躯边，斗阵坐火车看风景。伫月台顶的这款乘客看到大包细包的行李，不过因的行李内面是堆狗，拢点点伫咧等列车进站。日本 JR 当日本铁路公司进前甲子公司试办一场活动，互北陆新干线的轻轨列车，其中一节車廂做9個專屬車廂，上車了就讓放出來。お家にいる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ごい安心して電車の中も乗れるのですごく嬉しいです。这边的活动吸引21位饲狗的主人来参加。伫咧过去，若带猫狗做阵坐车，除了爱买猫狗的车票。因一怪点伫咧牌仔内面，大小、寸少、重量拢有规定，而且伫咧上车了，爱一直点伫咧牌仔内面，袂用放出来。即马狗的专属车厢是规划自东京到清景泽，40分钟的车程，狗会当放出来，坐伫咧椅仔顶休困，或者是看风景。の趣旨といたしましては、お客様から愛犬とのリラックスした時間を列車内で
方の一つになっているペットとの共存というところを目指しております。为了要互狗坐车，铁路公司也个特别一个所谓位顶头拢包塑胶套，车厢内也采4台空气清净机。行程结束了，所有位拢会变过一遍，互猫狗的毛袂留伫咧车厢内，再过来载其他乘客。第一遍参加这种活动，互狗主人也感觉真新鲜。2人ともストレスがない感じで、いつも早く着かないかなって、なんか旅行新幹線の中であんまり楽しくなかったのが今すごい楽しいです。参加过的人拢讲赞，设计活动的铁路公司员工也讲，以后计划要杀更加侪定期的天物优惠旅行，互更加侪主人甲因的猫狗最近出门耍。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